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NLT 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 NGT， 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5月29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啦。今日美股玩緊過山車啊，道指朝早仲升緊0.8%，點知美市腳軟，但係最後收42,215.73點，升0.28%。標普就威啲，最高衝上5,943.13點歷史高位先回落，最後守住5,912.17點。科技股撐場下，納指總算升0.39%收場。成個市好似俾人拉住兩邊扯咁，聯儲局放鷹驚完未定，點知英偉達盤後份成績表靚到爆燈，即刻帶起成個芯片板塊翻身。琴日個市仲慘情啲，道指跌0.6%，納指都冇運行跌0.5%，標普冧到去5,888點。聯儲局班官員開會講到明驚通脹翻燒，尤其係關稅可能推高過3%，把幾火㗎。今日最爆嘅戲碼係聯邦法院裁定特朗普啲解放日關稅越權無效，即刻刺激到卡特彼勒呢啲關稅敏感股彈高0.66%，波音都跟住升3.32%，成個工業板塊朝早癲升2%至3%咁滯。不過最搶鏡仲係英偉達，第一季生意額激增69%，做到441億美金，盤後之火箭炮射到佢飆3.25%破頂見139.19蚊，連帶 AMD 同美光呢啲兄弟股都一齊起舞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個市仲有兩大暗湧價，一來特朗普政府隨時出行政令翻閹關稅，摩通計過數話會搞到標普成分股賺少3%至5%；二來科技股估值仲係貴到離地，美股7巨頭平均市盈率32倍，比5年平均24倍高出一大截價。板塊表現都好兩極化，半導體威到震升3.8%，工業設備同消費電子都升近2%，但銀行股就慘咯，跌1.5%咁滯，公用事業同零售股都冇運行。個別股份嚟講，摩通因為驚賺息差能力縮水，但係都升0.33%，卡特彼勒就威到創晒52周新高價。聽日要盯實4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出爐，市場股僅升3.1%。下個月11號仲有5月 CPI 數據，而家期貨市場反映通脹預期升到3.3%添。睇反10年期美債收益率喺4.12%至4.18%窄幅上落，就知班大戶都揸緊錢等睇路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